咁我哋今日呢邊嘅話就講解一下買二手房必問嘅7個問題啦。第一就係我哋嘅產權性質啦，確認係一個人仲係兩個人嘅產權，咁是否都同意出售？只要有一個唔同意嘅話，我哋呢邊都係無法過戶嘅。第二就係我哋嘅租賃情況，查看呢套房是否有租客，租期咩時候到，租客係會有優先嘅購買權嘅，需要讓佢簽咗我哋嘅放棄購買權嘅說明。第三就係我哋嘅貸款狀態啦，業主呢邊嘅話，係自己還貸款啦，仲係需要你嘅首付款作為解壓，或者係用你嘅資金還貸需要留意嘅風險啊。第四就係我哋嘅戶口同埋學籍啦，要確認是否被佔用，若係佔用嘅話，需要我哋嘅業主提前咁遷冊過戶後先可以正常咁遷入嘅。第五就係我哋嘅房屋產權啦，合同中嘅話需要明確咁約定業主承諾房屋非空宅，若隱瞞嘅話都由我哋業主方去承擔全部嘅損失。第六嘅話就係我哋嘅土地年限啦，了解剩餘嘅年限。貸款嘅話最長係30年嘅，土地呢邊只剩20年嘅話，貸款最多都係20年。咁第七就係我哋嘅居住權，確認是否設立咗居住權。一旦設立咗嘅話，即使過戶都係無法正常咁入住嘅。如果你對中山嘅二手房有問題嘅，你都可以聯繫 Poly 我呢邊或者係留言。